咩问题？就咩波客栈，客栈，非咩话，咩话是客栈。并就领带耶稣的这张家，并就领等耶稣的这张家。这张家令波多耶稣名道领头落单，令波多耶稣名在耶稣中。并就领等耶稣呢，那这张家领波到耶稣名，并就士兵就就压迫，就压迫他，施压迫他，但耶稣呢这张家。令波到耶稣名，到耶稣中，并就领得耶稣的这张家，令波到耶稣名，要做就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做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